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新闻特殊台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32个本土病例，也有8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3级警戒无排除的分区降级。台湾各地头今仔拢开始做疫苗，高雄是学日本的方式规划做疫苗卡套，台北有民众提早到，认为讲是伫咧发起。新北市有查到无经过检验进口的隔离衫，卫生局也先甲商品落市检调，也等咧追查来源。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增加132个本土病例，也有3个境外病例，另外也有8人死亡。目前国内疫情是渐渐伫咧稳定。指挥官陈时中也讲，无排除甲3级警戒分区降级。另外，指挥中心也有补助50台 PCR 检测机器，予地方的社区体检站，希望赶紧找出感染源。新冠本土疫情也是真严重，礼拜二15新增加132例本土病例，其中国以新北市65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26例，苗栗县有18例，桃园市12例，基隆市3例，台南市、台中市也甲花莲县各2例，嘉义县甲彰化县各1例。整体确诊数已经连续第3天降到200例以下。即马疫情有较缓和，全国疫情警戒是毋是有机会伫6月28分区降级？但是中讲这拢有可能。疫情的变化，因为变化是都随时在变化的，所以我们会随时予以监测。那当然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的哈。那当然也要广招我们的专家一起来做讨论。另外也新增加8例死亡病例，分别是男性3位、女性5位，其中有2个人是确诊甲死亡敢若5天。特别注意的就是按9229是50外岁女性，第3遍 PCR 采检则是阳性确诊，4天后不幸死亡。指挥中心表示，主要原因是这个个案本身有真侪种慢性病，死亡率因为安尼增加。它本身是有慢性的生病第4期，然后也有糖尿病跟高血压哈。那所以他虽然50多岁，但是这个有慢性病的这个算是比较严重哦。为了赶紧找出社区稳重的病例，指挥中心宣布要补助各地方社区体检站50台 PCR 检测仪器，予居家家己采检，加企业快筛阳性的民众，会当就近去社区第一线进行快速 PCR 检验。阳性，然后就进一步再来做 PCR。好，那如果是在 PCR 被确认之后，那有严重的症状，有相对严重的症状，那就会进到医疗院所来就医。另外，日本所管的 AZ 疫苗即马正式开始注，但是中强调，这届注射速度会较紧，所以礼拜四17开始，依照各县市7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进行第2遍疫苗配送，预定配送394800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用英灵基金会讲要购买500万剂 BNT 疫苗，已经有条件专案进口许可函。各界所关心上紧什么时阵会当进货？但是中是讲疫苗要争取真无简单，即马国际现货真少，无法度有真明确供货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开始开放，予全台湾的老大人注疫苗。台北市的部分是真侪注疫苗站，不过现场人是吵，正好保持社交距离。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会改善注分系统来解决问题。另外，市政府也宣布讲，到处注疫苗的服务，对明仔载开始就会实行啊。大家排队排到落长，室内的接诊站嘛是人真多。台北市今日85岁以上的时代开始注预防射，但是伫松山文创园区排队的人，坐甲真好保持社交距离。台北市长郭文哲紧急伫面册顶悬呼吁大家，莫小着急来排队。因为比方说我们是9点预约9点要到，可是他们好像8点就来排队，所以拜托大家，如果你是9点的，你就9点以后再来就可以。我们下一次这个程式会改进，会在一开始你上来预约的时候就给你选小时的，最起码1小时为单位。大概17号网站会重新上线哦。郭文哲讲，今日早时是按算注1万位时段，一天半爱注完3万人。针对有人质疑，为什么台北市注疫苗爱用家己的注文系统，无爱用一般民警发通知单的方式？郭文哲讲，注文系统会使让民众有上大的选择权。你可以选择要去哪个医院或诊所，你可以选择时段。那如果是由那个市政府直接分配的话，你知道，就说你这一里，那你就是哪一天的上午、下午
其实上午、下午从今天的经验就发现了，还是会群聚。台北市政府讲，住台北，但是户口无伫台北的时段，到早时总共有997个人来注文，已经安排伫11下晡注疫苗，但是还未注文，会使伫16进前来申请。市政府嘛讲，针对无法度出门的时段，到厝注疫苗的服务，嘛会为16开始。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台北看线，咱来看到高雄去。高雄是要分做3天，甲31000名87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疫苗。高雄是学日本的注射方式，由老大人坐伫咧位，伊护诊官刷到伊的身躯边，甲因注射。若讲到台南的部分，卫生所加107间诊所，通好来注疫苗。不过卫生所是疫苗还未摕到手，所有民众早起就伫咧门口等。市政府也提醒讲，时间还未到，唔通提早去等，就要降低群聚风险。车辆排出长长的队伍，大批人车聚集伫高雄巨蛋主场馆的外口。现场是全市上大的疫苗注射站，规工落来爱替3600位87岁以上的长者注疫苗。因过技术现场无控管好安全距离。市长陈其迈问市府卫生局长甲新闻局长是咧做啥物？当然赶紧将聚会的距离约开到3公尺。各将陪病的家属分流到2楼，才解除群聚规矩。注过疫苗的区域也爱重新消毒，搁安全另外一区来注射。估计15到17全市3.1万名87岁以上的长者会当注完疫苗。人在煮，叫阮煮，阮就来煮啊。在整个入口的这个地方，那人数稍微比较多，那因为有一些夹杂一些，包括一些媒体的一些采访，所以我们立刻在那里就来拉大整个社交距离。台南的部分是选择卫生所甲社区107间诊所，干部注疫苗。这摆注的对象是85岁以上长者甲75岁以上原住民重大伤病者。却有民众一透早前往诊所的时阵，发现诊所无疫苗，只好先登记等通知。也有诊所直接拒绝民众预约。我们是用通知的，而不是用到现场去挂号，跟过去的状况完全不一样。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疗工作者，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譬如说，哪一天的上午的几点到几点，哪一天的下午的几点到几点，依照被通知的时间来施打，就保证一定打得到。因为台南是免排队免预约，民众注疫苗注无的状况，市府解释可能是民众还未到通知时间提前到，建议大家唔免伤早到。疫苗开始做的第一天，各地就算事先演练，也是难免因为突发出现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捐予台湾124万剂的 AZ 疫苗，各县市今仔日也开始注入。总统蔡英文下晡发表谈话，利用警察节向协助防疫的这个警察来致意。另外也强调，注疫苗是真重要的，希望老大人唔通听人乱讲，就要赶紧去注疫苗。这段时间，警察密集协助防疫，也支援疫苗施打现场的秩序维护工作。我要对所有的警察同仁的付出说一声谢谢，各位警察同仁辛苦了。咱的老大人慢性病的患者，若是感染到这款的病毒，较会变严重，甚至会过身。这就是咱为什么爱护咱的老大人先来注射的原因。所以我要请各位长辈时代，和总统拜托，较紧去注射。针对着社会善心人士出钱出力协助募集医疗资源，蔡总统也表达感谢，强调会调度资源降低重症加死亡率，也强调政府会继续检讨纾困内容进行调整，也呼吁符合资格民众就要赶紧去做申请。讲到囡仔的家庭防疫补贴加劳工纾困贷款，今仔日就开始申请咯。不过劳工纾困贷款敢若限定50万人，今早起9点开放，有真侪银行的官方网站就伫咧塞车。15早起10点，囡仔家庭防疫补贴开放网络申请。一开始，敢若申请的人数伤过济，出现无尽网站人数较济，系统已经自动为你排队的字。好佳在过无偌久，就会当操作。准备囡仔健保卡，佮有家长的银行口罩，甲资料写入去，无到3分钟就会当完成。嘛有一个家长烦恼网络塞车，无得去申请。就怕塞车，可能就反正都可以请，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就上去请这样子。
囡仔家庭防疫补贴对象涵盖国小以下的囡仔，也有国中、高中前3年的新障学生，总共有250万名，每一个人补贴1万块。15开始会当伫网络申请，审查了后18个半钱，申请的期间到9月底为止。想要直接领现金的家长，会当18了后，摕手头的提款卡到3间指定银行的 ATM 作业就会使。同一天开放申请的，阁有劳工纾困贷款，可能是疫情第3期境界的关系，今年到银行申请的人比去年减真多，也有银行直接伫门口设立临时柜，因应防疫分流。也是减班减薪，对啊，现在就是生活上会卡不过来，对啊，才来办。有试着用网络？有，现在是卡着。政府的线上通常刚开始一定都会塞车啊，所以我就选择第1天就直接领会来申请，比较快啊，效率点。虽然会当伫网络申请，但9点一到，各大银行的网络拢塞车，因为今年的名额刚有50万名，每一个人上悬10万块，会当来申请的劳工爱满20岁，108年也是109年的个人总所得爱伫50万块以下，也是符合投保资格的人，会当向35间银行办理，其中24间银行会当伫网络申请。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讲到进前，唔闹一个喙暗内造假念防护衫也出问题啊！有实地业者对越南进口无经过检验的隔离衫，甲人换包装了后卖予消费者，检调目前也正在追查。新北市卫生局也甲这寡防护衫先落市，避免民众去买到。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从这边打开的哦。说明外包装的特别设计，也个当场示范公司卖的隔离衫的情况。知名药材商宇鸿药品公司出面控诉，卖的隔离衫遭到不法业者新北的众理科技公司涉嫌为越南进口无经过验证的隔离衫，让中国合法输入的隔离衫换做10粒下的外包装，向各通路公司宇鸿卖的产品。仿冒的包装数量跟我们原本的包装数量是有差距的，是因为这一次的仿冒品它是去更改了所谓的外包装，所以在这个消费者或者是医疗院所，他并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产品到底是真的是具有防护效果还是没有。检调协报了后，调查发现，中理以每收400领2万块的计数卖予各通路，提产宇鸿损失超过300万。顶礼拜会同新北市卫生局等单位前往中理搜索，佮约谈细地负责人等人告案。想说利用这个时间就赶快把这些囤货，赶快把它用比较低价的一个价格把它卖出去了。仿冒它的包装盒了，里面的东西不是原厂厂商的隔离衣。检方查扣仿的隔离衫有5200领，伫新闻细地负责人了后，通知10万交保，搁请新北市卫生局尽速联系已经处置仿的隔离衫药局等通路。有风险逻辑，民众若讲有买到仿的隔离衫，请保留证据，向卫生局通报稽发，以利后续退货甲求偿事宜。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菲律宾对国产疫苗有想要买的意愿，直接采用台湾的 EUA。不过，这个消息菲律宾甲指挥中心拢出面来驳回，认定这是无影的代志。不过，高端表示，东南亚确实有伫咧制接，目前也和越南、巴拉圭签订 MOU， 会伫咧当地进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高端疫苗70解盲已经向卫福部申请紧急授权 EUA， 要拼7月会当提供国内做，连月底也要解盲。即马国产疫苗阁要布局海外市场，传出菲律宾卫生单位已经发函予咱方，以为要直接采认咱国的 EUA， 互国产疫苗会当伫当地免做3期临床直接来做。不过指挥中心澄清，并无收到菲律宾的批函。并未说过我们有收到菲律宾的来函。那这个早上有部分的媒体有这个在引用上有一些错误，也已经请他这个做更正哈。菲律宾媒体也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否认致函予台湾采购疫苗的消息，表示目前主要是采购中国、俄罗斯、英国加美国的疫苗。不过，但是中央是补充，确实有真侪国家对国产疫苗有兴趣，都要听候到 EUA 的结果。高端是发布重大消息，正是有甲东南亚的国家协谈合作。目前有甲越南国家流行病学研究所，也甲咱国友邦巴拉圭亚松森大学医学院来签署 MOU， 要伫当地以免疫反应交接展开3期临床试验，销去海外做准备。我们对于高端公司跟巴拉圭亚松森大学的医卫合作，外交部乐观其成。我们会居间协调，并且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
目前高端已经将相关的资料送到当地卫生单位，20年底前完成试验。高端估计15连续牛第4期启停，透早估计来到启停价303块，盘中向抬价，为启停价直线落落来，落17块半，来到落停价248块，收盘优惠283块。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目前疫苗是当咧欠货，真有风声讲，旅行社伫咧招去美国驻疫苗的旅游行程，不过用这款方式来招人客有违法的问题。另外，也有风声讲有人去到中国驻疫苗啊，指挥中心表示，最近出去中国的人数并无增加。塞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最近伫桃园机场出国民众变侪啊，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又往严重，加上新冠疫苗不足，即马传出有业者开出飞水30日、交省8日行程，其中各以美国上热门，而且报价内容也个包括华裔导游甲司机惊伫法律边缘。这个广告单是北美那边的旅行社传出来，台湾的旅行社非医疗院所不可以有从事医疗导览广告的行为，这个也是违反了医疗广告相关的医事相关的就是法令规章。屏保协会表示，目前国内并无禁止民众出国探亲、开会、读册等，所以确实有人出国读册，恰讲顺便做疫苗。以旧金山来讲，民众只要到机场，都会当做飞水疫苗。洛杉矶机场是设置2个疫苗站，方免费做交省疫苗，不过拢也是爱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从台湾出境到美国的人数，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比较多。某一家航空公司虽然有加班，不过那个部分据我们的了解在台湾待了一阵子的这个国人陆续返回侨居地。那另外是有一些学生要返回这个美国去就学的部分。另外，除了美国，今麦也传出去中国、日本做疫苗的新闻度也升悬。国台办登记讲，已经有6.2万个台湾人做中国疫苗，不过指挥中心盘点航班坐机人数了，发现咱国民众去中国的人数并无明显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今仔日新北市是增加65个本土病例，其中伫新北市的金山也出现家庭群组感染。市长侯友宜是搁再呼吁民众面对疫情无放零的本钱。另外，新北市政府宣布讲，开放户口无伫咧新北市的老大人17去登记，18就听好做疫苗啊。新北市开放85岁以上的老大人做 AZ 疫苗，三中体育馆透早就出现排队的人阵。不过因为市府要优先让户口伫新北市的集会人来做，让部分的民众去到现场无通做是真无奈。什么都不好了，他刚户籍不在这里，是叫我等通知。因为名额还够，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试试看，没有也没关系的，那就是没办法。市长侯友宜今仔日伫记者会宣布，户口无伫新北市的集会人，为即马到17为止，会当甲里长或者是区公所登记，18就会当做疫苗。我们预定接种是9922，实际接种是5790剂，我们接种率是58%。新北市不在籍的长者，在礼拜五6月18号，从今天开始到6月17日下午5点。向里办公室或区公所填写意愿调查表。中央公布后一批 AZ 疫苗配送的数量，侯友宜讲，新北市按算会当分配到57000吨的疫苗，考虑到第1类至第3类的族群，也有长照机构等等。清点了后会量早公布，原则上赶快会为高龄的人开始做。因65新北市新增加65个本土病例，毋若新店甲沙丁埔，加做疫情的重点区域。即马金山嘛出现家庭群组的案件。金山在昨天有一个确诊以后。家族群聚感染，所以变成6个。我们明天一早就会派出我们金山机动快筛队，直接进到现场，把金山地区民众大家有疑虑的全部快筛。侯友宜讲，新北市还有真侪找无到的个案，所以目前37个重点区域的体检站未撤离，重点区域会持续做体检，也若其他疫调嘛会精准。面对印度Delta变种病毒来了真香港，应该加强边境的管制。除了做第2档的疫苗，呼吁中央在量早准备采购第3档加强版的疫苗。5日节连假了后头一个上班日，交通量上高峰出现伫透早7点的8.1%。虽然确诊人数连续3天伫100个人以下，不过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并无放零的本钱。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苗栗科技厂的移工群组感染事件，今仔佫增加18例咯，其中13例是员工，另外有5例是科技厂确诊员工厝内面的人。来讲到彰化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1例，台中有2例，也因为讲这半个月以来确诊人数减少真济，中央政府也决定甲台中的疫情风险降低到中级。苗栗县15个确诊人数再度登到2位数，有18例，其中包括金源店10例、地邦2例、群创1例，另外5例是已经确诊的科技厂员工家庭接触者。因为疫情已经向员工家庭摊开，苗栗县政府开始针对已经调病科技厂的员工家庭进行快筛。另外，已经隔离的6个科技厂高风险移工也将进行 PCR 采检。6月15日到16日，这前进指挥所会对外送到中央集中检疫所，包括竹南6个厂的高风险居家隔离的移工，会进行第一次的采检。那总人数约1400人那估计确诊率可能会高达10到15%。但是中表示，高风险移工中，金源店占2/3，也毋过因为已经封隔离，那最后确诊对社区也未造成威胁，希望会当阁找出漏交的个案。彰化的新个案数是降到1例，是进前某一间病院群组案已经确立的伫厝隔离者。6月9号居家隔离第一次采检的时候 ，PCR 是阴性，然后到了这个6月12号，过了3、4天之后，有症状了，马上采检病毒验出来了，那没关系，他是在居家隔离的状态那就不会有社区感染的风险。台中市新增确诊个案是2例，台中市的新确诊数我2礼拜继续下降，疫情风险10月开始调降为中级。也毋过市长罗秀燕呼吁有缘袂当放零。中央 CDC 跟各县市政府、地方的联合防疫会议呢，今天决议，那也宣布了要把台中市的疫情风险，那从中高级那降为中级。台中市的新个案，其中1例是进前确诊的台nghệ帮中的父亲，另外1例是60岁妇女人，进前伫台北市某一间病院担任看护。6月7日捌伫台北市立另外病院做 AZ 疫苗，6月7日坐火车登到台中，6月13身体各样就医确诊，目前已经确立相关接触者伫厝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家人含汤圆。家人今仔日是增加3例，1个是社会福利机构人员，有2个是阴性转阳性，住伫咧护理之家的老大人。那讲到汤圆部分，今仔日是增加12个本土个案，大部分拢是家庭感染。市长地文才是搁在呼吁民众，有关是有找无感染源的病例，大家就要小心细腻。另外，也有一位91岁阿公伫咧等待做疫苗时阵，却是常常分辨不清，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救车驶入去桃园大中国校疫苗接种站，一名91岁男性等待做疫苗进前来分别，护理人员现场急救，并且马上送医，可惜送医了还是不治身亡。一名长者敢有染疫，桃园市卫生局表示，搁强烈调查。桃园15号新增加12例，其中7例是因为厝内人也是工作场来感染。另外去体检，个案计划初步感染1233人 ，PCR 检测全部阴性。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最近新增加的病例无来扩大，大部分是厝内离出传播。不过因为还是有不明的感染源，所以还是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个社区里面仍然可能有不明的感染源，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3级管制仍然要进行，每一颗球都不能漏接。基隆市的部分15号新增加3名确诊，1名是伫台北市上班担任护理之家行政人员的50岁女性，因为工作环境有自病来确诊，去列为接触者了后采检确诊。另外2名拢是家人某一个养护中心的住民，分别是70多岁男性，还有80多岁女性。2个人原本6月10号 PCR 拢是阴性，不过因为执行养护机构加强版的管理准则，6月13号定期的采检确诊，并且2个人拢是无症状。这几天是端午的一个连假，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移动。我想国人同胞大家还是应该要提高警觉，防疫不可以松懈。虽然家人最近疫情好转，不过林友昌烦恼讲民众也是放松，会来引发疫情扩大，也是希望民众继续遵守3级防疫的各项措施。记者张志荣、张志佳、江淑文、桃园家人报道。
接落来关心到咱台湾的水情。最近有方面加上西北雨，全台湾的水库拢增加欠水量。伫咧桃园的石门水库有增加到5成，南投一决潭也要到满水位咯。不过伫咧南部的曾文水库水情犹原是无乐观。虽然讲曾文水库有较大有增加到2成，不过犹原也是有进步的空间。淹过大批批的溪埔，即马总算有快水啊！这是当地居民拢真欢喜的代志。因为为5月21开始，桃园的水情进入减量供水的甘仔式定号。不过，即届落雨，石门水库伫半个月内欠水率都有到5成。水位变化是不是很大？很大，很大哈！这一下子这个1个月就大概50%了。石门水库的水位正式站上231就231公尺然后我们的蓄水量来到1亿133万吨。中部嘛有好消息，日月潭淹过山水的景致嘛有恢复。根据水利署的统计，日月潭水库的水位有大大加悬，离满水位敢若剩3公尺。若是未来1礼拜继续落雨，就有机会会当到满水位。也那高雄的大鼻湖水嘛有明显增加，清早去湖边散步的民众嘛，更有感觉到。没有下雨之前，应该都快见底了，现在都整个都满起来，已经满了，应该1个月超过了啦。到10月为止，北部石门水库的欠水量已经超过1半，中部德基水库的水是2成以上，也那日月潭水库欠水量有到7成以上。不过，即届落雨对南部的特水量帮助敢若无大，曾文水库的欠水量目前敢若2成。曾文水库的库容比较大，它的整个容量有效容量是到达5亿吨，因此目前的蓄水率只有20%。水利署表示，即届落雨，全台湾水库的欠水量拢有增加。曾文水库因为本身欠水量就较大，看落才会增加较慢。不过也是希望后回落雨的时阵，会当落伫集水区，互全台湾的水库水位拢会当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美国加州疫情当日稳定，当地时间10号开始解除居家令、放零防疫措施。那准有做过2档疫苗民众，伫咧大部分的场所拢会当面挂嘴罨。伫加州已经有2/3的民众做过头1档疫苗咯。不过，因的州长依然是用抽奖来鼓励民众赶紧来做疫苗。观光巴士驶过旧金山的渔人码头看板，大街路人渐渐出现，好亲像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加州州长纽森颁布行政命令，10号开始要解除居家令，搁大刀放零防疫措施。若是商店的座位唔免搁设限制，也是用梅花座来保持距离。完整注射疫苗的民众，伫大部分的场所也唔免搁挂嘴罨。不过纽森是讲，伊也未解除紧急状态，方便以后因应疫情变化来做调整。We believe that the official reopening of the state will encourage people to travel. We'll be getting not so many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t'll be more tourists from California. I'm very happy because after many months closed and after the hard times for the COVID, now I see that the light is coming. 加州伫2020年3月头一遍封城，捌互人当作是抗疫的模范。后来煞变做疫情严重的灾区，医疗体系面临失灵。后来是因为民众连续开始注疫苗，疫情已经缓和落来，感染率增加，伫全美国算是排1、2名。全加州有2/3的人口至少注1剂疫苗，不过州长纽森嫌无够，加提供6张旅游套票来抽奖，要吸引州民踊跃注射。6 Dream Vacation Packages to continue the incentive program beyond tomorrow. We'll be doing a drawing on July 1st for these 6 Dream Vacation Packages. 镜头转来华盛顿地区，跨党派议员14伫美国国会大楼举行默哀仪式，悼念美国下过黑暗的里程，累计60万人染疫死亡。不过路透是讲，美国死亡率已经较缓和落来，因为这届50万人升悬到60万人过身是用113天，比起40万人升悬到50万人的时阵，敢若用短35天，算是差真济咯。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后面伫咧7月初一要启动疫苗通行证，那做过疫苗民众会当伫咧后面会员国内面自由出入。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召开记者会，表示全世界通报病例数量已经有连续7礼拜拢伫咧降低哦。不过，这个死亡人数犹原是无啥变化，可能是变种病毒犹原伫咧危害世界。欧盟议会议长甲伦敦国的主席葡萄牙总理伫布鲁塞尔签署欧盟疫苗通行证的立法提案。This certificate is a symbol
of an open and digital Europe. We developed this certificate in record time. It will make travel in our union easier, and it will give Europeans back the freedoms. 按算7月初1，后面的疫苗通行证就会正式实施，会以数位或者是纸本的方式提供注疫苗的记录、甲核酸检测的报告，也佮有染病、康复等等的证明。若有证书的人会当伫后面的成员国之间旅行。不过目前敢若有承认辉瑞、AZ、高先甲莫德纳疫苗，也佮有少数的国家有承认俄罗斯的疫苗。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of COVID-19 reported to WHO has now declined for 7 weeks in a row, which is the longest sequence of weekly declines during the pandemic so far. 最近新增加的病例数是创下从2月份以来的新低，不过死亡人数降低了1万。顶一日召开的7大工业国 G7 高峰会，7个国家的领袖同意伫1年内捐11吨的新冠疫苗给 COVAX。 不过，世卫组织认为数量还无够，若要赶下赴伫明年高峰会进前，甲全球超過70%以上的人口注疫苗，恐怕还佫需要110億吨。 We can do that, and we think that a 2-week delay would make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and a 4-week delay we think would make even more of a difference in reducing the overall number of deaths. 伫Delta 变种病毒更加的情形之下，英国的确诊人数甲住院的人数，即嘛是佫反酷。政府原底宣布6月1日就要解除封锁的政策，不过即嘛是佫延4礼拜，也就是到7月19。另外，英国公共卫生部的研究指出，注2档 AZ 疫苗对变种病毒的保护力有92%，这嘛互政府要赶紧甲民众注疫苗，希望伫解除封锁进前，互民众会当有对抗病毒的保护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伫咧中国广东的台山核电厂传出有放射物质泄漏的问题，美国媒体 CNN 表示，负责营运的法国公司要伫咧这个月初写批予美国能源部，要求美国提供技术的援助。不过，台山核电厂却是对外表示讲，目前一切拢正常的。伫中国广东的台山核电厂传讲有放射物质外漏，根据美电社引述 CNN 的报道讲。 美国政府顶礼拜伫咧评估一份有关台山核电厂气体外漏的报告，因为有电厂部分所有权的法国企业法马通警告讲有急迫的辐射威胁。CNN 的报道也讲，消息来源讲，法马通是先伫咧5月底联络美国的能源部，通知讲台山核电厂有潜在问题，所以这个月初3提出营运安全协作的请求。 正式要求尊人分享美国的技术资源，来解决紧急安全事态。同时甲美国官员讲，反映炉的裂解气体正伫咧外漏。台山核电厂传出讲有放射物质外漏的消息，引起各界注意。因为电厂就伫咧广东的江门边仔的香港、澳门，拢有可能受到影响。电厂也接到真侪电话来问。 台山核电厂伫咧官网发布声明讲，目前2台机组的各项运行指标拢符合安全法规，甲电厂的技术的规范的要求。目前连续监测环境的数据拢显示，电厂甲周边的环境指标拢正常。不过 CNN 报道讲，文件显示，法国的核反应炉公司向美国能源部要求援助，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伫咧无关闭的条件之下。 和这座电厂的会当安全释出气体上限一直提悬，对此美国能源部并无做回应。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今仔日的 AM 新闻由咱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 今仔日有132例本土病例，也有8人死亡。各县市的情形，新北市有65例，有关是上介济。台北市的部分有26例，苗栗县有18例，桃园有12例，基隆有3例，台南、台中和花莲县有2例，嘉义县和彰化县拢是1例。全台湾的病例目前已经有13000多例咯。若讲到本土病例的部分，已经有12030例，也有460个人死亡。 日本进前捐124万吨 AZ 疫苗予咱台湾。日本的外部大臣今仔日伫记者会表示，也当咧研究讲要安怎搁再送予台湾疫苗。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讲要买 BNT 疫苗。指挥中心表示，这是官方和民间团体合作，双方也搁有一寡文件爱讨论。
日本政府赠送的124万剂 AZ 疫苗，即马已经陆续开始做。各界关注，敢是会有后一批？日本国务大臣茂木敏充15除了宣布捐赠越南100万剂 AZ 疫苗，16都将出会也正是当咧研议对家提供疫苗予台湾。また、台湾、ベトナム等への追加供給も検討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外交部我们感谢日本政府表示将研议再次对台湾提供协助，我方会持续与日方保持紧密的沟通，我们期盼疫苗能够早日尽快的顺利抵达台湾。对日本国增加，但市长也表示感谢日本的诚意。另外，美国捐赠的75万剂疫苗，双方已经在做最后的签约手续，不过到的时间也无清楚。今嘛国内真需要疫苗，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想要买500万剂 BNT 疫苗，进度到底安怎？指挥中心15证实已经服务条件许可，也有一寡文件要讨论。好，那我想这是那官方跟民间的团体大家一起合作。好，那我们已经给了这个有条件的一个许可。好，那接下来双方还有一些官司的一些法律的文件，好要来做相关的讨论。负责协助疫苗进口作业的大空成基表示，已经收到卫福部公文，等咧了解作业程序。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佑东回应，资讯厘清中有进一步信息，才向大家说明。也毋过，但市长也补充，应该企业拢真拍拼，也毋过国际疫苗现货真少，会当顺利买到拢无简单。工会时程无法度把握。记者综合报道。邮局目前有13个人确诊，是国内交通运输业确诊人数上介济单位。中华邮政产业工会表示，主疫苗名单已经有列出来，也考虑到疫苗数量无够，会先予疫情严重地区的外勤甲柜台人员先做。日本援助咱国124万剂 AZ 疫苗，15开放集会人开始做，各地拢出现排列的人，毋过定定伫大街小巷走丛，出入高风险所在，送批包裹的邮差，到即马确诊人数累计已经13人，是国内交通运输业确诊人数上介济业别，毋过煞注无疫苗。中华邮政工会表示，最近疫苗注射的顺序已经做册，希望会当为部分员工来争取大胜组。一部分的疫苗给交通部所属的单位嘛，当然部里面会考虑到我们邮政公司第一线同仁的危险性的，所以让我们的双北地区热点的地区这些的同仁来优先打。中华邮政工会表示，邮局工作人员伫疫苗公费注射对象排伫第7顺位，短时间内要注到疫苗，恐惊过真久的时间，所以工会是希望争取4大热区：台北、新北市、基隆、苗栗，伫外勤也甲柜台服务人员会当优先注疫苗。初步估计人数是7000至8000人。不过根据平面媒体报道，交通部已经为指挥中心成功争取到头一批3.5万剂疫苗，包括了运输长途率2.4万剂，也有关键基础设施11000剂。交通部表示，3.5万剂疫苗爱安怎分配，也搁伫研究。我们当然发去大概就189万嘛，连6月17号的是有这种增多走少的一个现象，努力在争取。那希望在下一批的时候能够更扩大的让更多的人能够打得到疫苗。不过交通部是讲，会检出上高风险的人员列做优先组的对象，佮提选工作性质甲区域，防疫车队、邮局第一线外勤人员，拢会列入优先组的对象。若是到底会当有偌济支，也未定案。若是邮政工会表示，已经向中华邮政公司争取为员工全面投保防疫险，受惠人数差不多是2.6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有渐渐在稳定，指挥中心的副组长罗一军医师也伫面册顶头感谢医护人员，特别感谢阿东病院，伊毋但有全国11%重症患者伫遐，甚至搁再增加58床专职监护病房，咱也做回来感谢辛苦的医护人员。新冠肺炎要持续滚价，不过最近确诊的人数有大大降低，嘛，互全国的专职病房甲专职监护病房收治的人数有较降低，这真感谢医护人员用心照顾患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特别伫咧人面册铺文感谢所有医护人员，抑阁讲要特别感谢阿东病院的代志团队，分担全国11%重症的患者。也若专职监护病床，甚至准备比指挥中心规定的抑阁较济，开出58床。嘛负责新北市、邦桥甲沙丁埔2间加强版的检疫所，抑阁提供检疫甲注疫苗的服务。新北的疫情会当转好，是真感谢阿东、朱姐、祥和甲淡水马街病院等等前线医护人员的拍拼。我们量能最吃紧的，在5月21号到6月10号这一段时间，其实上
特别是双北这边的医院很多都有真的都动起来。那特别在重症的部分像是亚东医院它有这个主动的，就是扩大它的专责加护病房到58床在双北跟全国都是占第1名。罗义军表示，在疫情上界安倒的时阵，主动扩大医疗量能，这背后要承担真大的决心甲勇气。因为新北市确诊的病例数是全国上济，重症患者嘛是上济。虽然阿东病院打开始有发生院内感染，历史侪医护人员防隔离，不过后来有成功甲情形压落来。虽然这医护人员压力拢袂少，不过会当顺利度过上困难的时阵，这病院的人员拢是幕后功臣。我们是很迅速的开了这58床哈，那当然目前还是有8床还在准备当中这样。那所以其实对收治附近的病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注意这样。阿东病院表示，疫情第一摊烧的时阵，当然不是靠一间病院就会当建起来，附近还是爱有其他的病院做伙来分担规个新冠重症患者爱做的治疗，也有相关的责任。也若目前收治为其他病院转移过来插管的患者，甲急诊的病人，嘛拢伫医护人员用心的照顾之下，小人刷出院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目前当日欠货，根据统计到13为止，平均剩3天的库存量。不过，伫咧新竹竟然传出民众去捐货，却去互人检举，讲大家去捐货是君子的行为。热心的民众来到中心捐货，每一个人拢有挂喙罨，嘛保持社交距离。这站受疫情影响，全台捐货中心欠货拢真严重，想袂到在新竹却发生捐货互人检举、君子的代志。很夸张啊！这既然敢进来捐血的人，大部分都身体很健康的才会来。我们是热衷于我们的工作，民众他们可能有他们比较不清楚的地方，那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那有民众也有反映说，这是不是一种群聚的行为？那事实上，捐血中心这个捐血的活动，因为它是支持医疗能量的一个必要的活动，是不可以停止的，因为这是事关人命的事情。那我们也尽量会做到一个人流的管控。卫福部进前有表示，防疫期间嘛受医疗用货需求，所以捐货算是支持医疗的必要性活动。捐货中心嘛讲，已经加强相关防疫措施，让民众会使安心来捐货。这边作业场所都有实施10连制，那大家也有控管人流，我们也会控管人流。那请大家在等待或捐血的时候，也注意一下要保持社交距离。受疫情影响，民众捐货意愿降低，目前国内货库的存量统计至13为止，平均剩3天的库存量，需要大家斗3天，做伙加入捐货活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高雄的前镇渔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8月底，会有100多只遭远洋的渔船登来靠岸。按算有4800外的渔港入港。即马外籍渔港入港的检疫规定变甲真严格，就爱规船做体检。一若是捌甲别只船接触过，或者是港口接触过，全部渔港落船了后，都爱去隔离旅馆进行居家检疫。渔船入港，外籍渔港赶着家己的行李，一个排队查验入关。简单疫调了后，因着爱坐防疫巴士去到市府安排的防疫旅馆，因为即马台湾疫情期间，对远洋渔船检疫变较严。原船最多不可超过8个人，1人1室就留原船，其余的人就近了，就直接我们有防疫的巴士会把他送到我们事先框了3000个。1人1房的防疫旅馆就地了居家检疫。这居家检疫是14+3天。前镇渔港是台湾上大的远洋渔港，15日天第一批游鱼渔船返来的有6只，拢总293人会入港。市府派出100多人伫港边，爱渔船分批分流配合检疫，一直到8月底，按算会有100多只船，4800多人入港。除了有海上运补，也是别位港口的接触史，爱居家检疫。若无接触史，嘛着全部体检。船头家认为，远洋渔船的人员其实颠倒较安全。我们那个船员是从去年年底就去大西洋了嘛，已经在海上半年多了。我们反而进来，现在因为岛内现在在疫情嘛，现在怕去人跟人的接触去。把这个疫情带到船上。
安排渔港住防疫旅馆，政府每天补助一人1500块。不过，即马因为防疫较严，渔港上船的意愿嘛变低，成本提悬，船头家要是配合政策。另外，市府嘛，逐工派警察伫渔港管制人员，严格防疫。记者陈家文来为做高雄报道。有民众伫咧埋怨讲，纾困4点控是看有食无，就伫咧国小做课后辅导的兼职老师表示，家己无收入，也领无补助，就立委跳出来讲，希望教育部会当参考社区大学讲师的模式，看一寡老师算是偌济来甲补贴。全国停课继续延长，但是有公立国小的兼职老师向立委来订情，讲本地伫学校是负责学生课后辅导照顾的，因为毋是正式编制，嘛毋是劳工，即马毋拿报收入，嘛领无教育部的纾困补助。我们的一个薪水是来自于上课时数，支领1堂课320元的钟点费。自从指挥中心宣布学生在家自主学习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上课，那相对的就没有薪水了。立委高虹安表示，因为这种代课兼职老师的投保单位是伫学校，毋是职业工会，所以无符合自营者也是无固定雇主的劳工个人纾困。佮因为伫学校期间有劳保，嘛未当申请卫福部的急难救助，等于是双边拢排除，互因亲像纾困孤立。至少在国小或者是各级学校，甚至特教班的这些老师，他能够比照像社区大学讲师的方式，如果说他有既定的工作事实，而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的话，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给予他一定比例的相关的纾困补助。高虹安表示，亲像社区大学的讲师、团膳业者等等，拢有伫咧纾困名单。目前立法院嘛当咧审查第3届的追加预算，会阁提案加代课，也阁有兼课老师纳入非典型的纾困名单。教育部阁教授是表示，针对这个部分，目前阁咧演议讨论。记者陈家文调随采访报道。咱台湾各县市伫10号即天开始甲老大人注意风险，家己关85岁以上时段卫生单位有列名单，总共有9000多人登记。家己市的部分因为85岁以上的老大人无到5000人，今年放年到83岁有3700多人去登记。医护人员带已经注好的食大离开，另外一边医生嘛无用咧特别注射食大评估身体状况。今仔日家己县市食大注疫苗。下早啊开始，各地接种站拢有真侪食大来现场准备。出去也不知道会不会碰到什么，对啊，那如果施打的话，多一层保障。那现在还是会有那种确诊的人，他的打疫苗还是会确诊啊，而且他现在只有打了1剂，对，还是会不是很放心，因为这中间会发生什么状况，没有人知道。家己市提供4500栋疫苗，予85岁以上的食大来住，但是因为市内85岁以上的人数无遐尼济。所以修正到83岁，总共有3700多人来登记。家己县登记要住的人有9000多人。为着要减少等待的时间，医护人员现场部署设备来服务食大。有一寡没有在嘉义县涉及，但是住伫嘉义县的老师大，我们也允许他们可以打。那还有一些临时原本说不要打的，后来又说要打。那我们在疫苗量够的状况底下，我们也是会接受。大家可以施打，是互因做的感觉较安心啊。嘿。家己市为着鼓励食大出门注疫苗，有补助车主请客人车来接送。家己县针对一寡住较偏远也阁行动无方便的食大，嘛有到处注射的服务，希望透过群体注疫苗的保护，降低疫情的传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今年买到全台湾6成人口数量的疫苗数量，不过即马送来量却是无到1成。有不少欧美国家已经把后年疫苗数量拢注本好势啊。国内就专家提醒讲，国内大港疫苗的产量无通和新加坡、甲南韩来比较，就要把握时机用较贵的价销，成本不要紧，较赢到时阵买无疫苗。国内即马扩大注 AZ 疫苗，注的拢是人送互阮的，家己注本的疫苗即阵到货量，干达到88万多支，也有2900多万支还未来。专家表示，即马未少欧美国家毋但已经买好未来2年的疫苗量，甚至连变异株的疫苗拢已经落订单。台湾即阵若无想买，明年定着高买无。咱即摆就去用收你甲添。
你即摆摕钱买无货嘛，尤其是咱即个小国家，甲以色列共款嘛，甲新加坡共款。你若无讲用较贵的钱，较早买、较早订，即后面即大国家咧扫货时阵哦，咱根本连偏芳都无啦。专家讲，因为台湾的人口少、市场小，无想投资做代工的产能确实有限。甲新加坡、南韩比起来，人早伫咧20多年前就投资，即阵就连越南、泰国拢摕到代工的合约。看等来，咱的国产疫苗即阵还无法度上市，国内疫苗战还有一段路要行。不过，确实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个时候也对我们这个国产疫苗都投注以非常大的一个关心，相对跟他们这几家公司去做相关的谈判，但是我们还是静待这 EUA 的审查的一个结果。目前台湾到货的疫苗以 COVAX 平台为主，不过 COVAX 到货的时程偶有苹果，也较会受到其他国家协议转受影响。国内专家认为，台湾定着爱会记的即摆的架势，对调即波国际注文疫苗的时程量早部署。记者敏芝、林玉凯台北报道。南非最近伫咧烧乌蒜椒，当地有一个庄头，听讲有真侪蒜椒伫咧涂骹底，引起民众三钱去乌蒜椒，大家拢希望讲会当变做是好家人。这大片的黄土面顶刻满一直咧乌地面的民众，这是南非跨族鲁纳塔尔省的一个庄头。当地12日传出了有民众伫遮乌出了疑似是蒜椒的透明控椒，吸引了真侪南非各地居民拢聚集到遮来。ngikakubona la uthethe igama kodwa ngiyathemba ukuthi nami ekhaya lokhu kuyoshintsha umehluko omkhulu ngoba impilo nje yona kunzima kuyambula kuyambesa ngiyathemba ngiphethe lokhu kuyoba ngcono 只有人挖出了有控椒的石头，周围就会有人真新鲜甲苦薯啊。另外，阁有买控椒的人会挖过来，用100到300的南非钱，差不多是台票200到600计数来买卖。外国媒体报道，即马并无证据会当证明挖出来的控椒就是蒜椒。矿业部门则是表示，会派出地质甲矿物专家组成团队，到当地采样分析了后，佮公布报告。Uzosizakala umphakathi, uzophela nobugebengu nokuvimbezela abantu besifazane ngoba abatabethu okuningi obakwenzayo okungasile basuke bekwenziswa indlala ukuthi umsebenzi awukho abawutholi. 大会经济因为长期无稳定，收入率真悬，互数百万人的生活变甲真惨食。加上新冠疫情爆发了后，互当地疫情变甲搁较歹，民众则毋望会当挖着蒜椒来改善生活。即马当地地方政府烦恼人潮组织会扩大疫情，已经要求民众离开现场，互当局进行检查分析。国际新闻，陈是同朋友。因为地球暖化，科学家也发现南极冰川断咧扬。那照3年前的卫星影像来看，冰是扬真济，已经减少1/5。尤其冰变做水，造成海边面加悬，也大大增加淹水风险。英国加美国的科学家伫最近研究南极冰层的变化，有详细的发现。因分析2015年到2020年之间卫星所翕到的缩时影像，发现南极上岛冰山冰盘有变较细，毋是因为海洋氧化造成，是自两边的钱自细到大慢慢放不开。What we saw over the last 3 years i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chanism, where instead of thinning the ice, gradually. We saw a breakup of the ice shelf. And it's not a complete breakup, it broke, we lost basically 1/3 of its size. But it's significant enough that just over a 3-year time period, we saw a 12% increase of the velocity of the ice. 科学家讲，敢若是过去3年，上岛冰山的冰盘面积就消失1/5。受到极地强烈深海洋流的冲蚀，冰盘下骹的情形甲顶头平坦的情形完全无同。It's a very vast area under the ice shelf, and the ocean is carving grooves under the ice shelf. It's creating a landscape that's a little bit akin to the Grand Canyon, but inverted. So you have rifts and valleys and terraces, and we don't know every detail of it.
科学家讲，上岛冰川若是照这摆速度继续崩解，会互全世界海平面上升1.5到2公分。若是规个南极冰川拢崩解，会互海平面上升4公分到5公分。本来是每10年才会发生的大水灾，忽然变做逐年拢发生。南极冰川消失的速度变紧，就是气候变迁的一大警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在这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